来，谁要摸那个？快点。我们这边好。揉一揉。而且太多人，他一个一个人用。来，你把 le burger 写下来，然后 le burger 跟 le burger 有2种名词和动词。le burger 应该是说是小米团的意思。le burger 小米团。小米团。哪个团？团结的团，饭团的团。感怒，所以小米的跟面粉的都叫 le burger 吗？面粉是普，然后有寸。米粒筋骨啊。哦，面粉团的话就是米粒筋骨，名字就不一样了哈。小米没关系，你先写团结的团，那个中文没关系，我们回去再修正就好了。母语也是一样。哦，你在做记录的时候，就是用最快的方式。因为我们回去一定还会再检查，没有关系。le burger 是什么？揉。对。揉小米团。哦，写注音也没有关系。哦。没有水吗？来，这边还有一只。那个扇。什么扇的？这个，像这个。我看。这个这样。这么大。我看。好，不错哦，6年级。哦，3年级加油！3年级跟1年级加油！哦，以前食物很珍贵，现在也是在山上都很珍贵哦，所以一定都是要全部用光光、用干净。也是应该会抓吧。每次抓，赶紧抓吧要。来，好，你们都用。真的。你跟茉莉一起属于茉莉的。茉莉的很大。感怒，以前我们山上有盐巴吗？是有啊，不是像这样的盐巴。那是什么样的盐巴？从哪里来的？像没有那个打碎的。没有打碎的哦一粒的那个像石头吗？可是是盐巴可是的。要用的时候还要打碎。嗯。它是原本就在山上的吗？还是？那个时候这个盐巴是忽然的有了。如果说有这个男孩子到很远的地方去赚钱了，怎么看到咱们就带回来。哦，就会带回来。咱们带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整个就知道，然后会说来分一分这样。大家会分享吼。哇。有酱油吗？那。有。我去看。好。